台大病医调查指出，讲台湾8岁到15岁的囡仔，毕竟4个人都有1个人最近一半冬受到精神疾病困扰，也毋过只有1/10有去看医生，还是寻求协助。国教行动联盟早起是呼吁政府应该爱家儿童青少年的精神疾病，正名做神经多样化，来减少标签化，鼓励家长会当带囡仔去就医。这个月17，有网友伫社会媒体曝光，桃园一个小学2年的学生囡仔，技术因为情绪不稳定，伫学校互学务主任用塑袋包伫个椅仔顶悬，引起外界议论。家长团体认为，这技术情绪障碍囡仔其实是神经多样性族群，不过部分家长因为烦恼囡仔被打精神疾病的负面标签，无愿意囡仔去看医生。反倒可能造成囡仔学习出现障碍，甚至误入歧途，产生严重的家庭和社会问题。家长不敢带孩子去看医生，原因最大问题是什么？我带了，我就是承认我自己生的孩子有病。那这件事情的话，就会让孩子知道说，哦，他在外面在学校当中，他都被贴标签。国教行动联盟表示，神经多样性是一个国际之间广受认同的概念，强调每一个人的大脑发育有伊的独特性，包含自闭症、ADHD、情绪障碍等神经发展差异。而且卫福部调查发现，厝内受虐待囡仔将近2成有 ADHD 或者是发展迟缓者的特殊需求。却常常被误解是唔听话，做到体罚等不当管教，正做恶性循环。12岁以后到20岁之间，现在他那个忧郁率跟自杀率都是第2位，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减少这种小孩能够顺利成长，能够过得了关？我们部里面这边也应该是会优先的来针对神经的多样性，先向大众来积极的做宣导，让大众不要有一些错误的观念。根据台大病院最新调查，台湾8到15岁的儿少平均每4个人都有1个人最近半年受精神疾病困扰，不过萨格兰有1/10得到医疗甲支持协助，所以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应该推动儿少心理健康就医率，为即卖2.8%提悬到15%，佮推动神经多样性正面运动，减少标签化，创造尊重差异的社会气氛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